后礼拜一就是国际护理师节，不过即阵台湾的护理人才是30档以来上欠卡抢的时阵，不过也是有真侪护理师坚持因的信念在打拼。稍等的7点半，公司台语台青春咱的梦，要带大家做伙来看护理师因的专业，还有拄当的困境。 台湾健保的制度在世界是真出名，不过医疗环境却是予医护人员真大压力。以卫福部公布的2025年3月份护理人员的数据来看，即马有要31万人有护理师的牌，有咧执业的有要19万3千人，比例是62%。平均的年岁要到40岁，这嘛显示在职的护理人员年岁已经产生长残。看起来是离开一个。 补一个之外，但是其实伊的能力是无啥相共的，有老减线的愈来愈少，新进人员要培养，甲伊会使独当一面，甚至会使尴尬，这个一段时间啦。医疗暴力、轮班、薪水低、护理师甲病人无合理的比例，地主护理的工课场都袂输是一条病甲安动动的树岭，随时拢会逼断去。若阵长久以来安尼落去，病人的照护安全嘛会受到影响。 像国外，大部分的照护比是1比4到6，但是在台湾可能是1比13到16。这个事实上，如果你多增加照顾一个病人，他的死亡率会再增加7%左右。根据卫福部今年3月份公布的数据，以平均的月级来讲，医学中心的护理师有7万8，区域病院有要6万5，地区病院有要5万7。 不过，这个数字对护理师来讲，甲实际上的情形是差真多。其实健保署在近10几年来投入在护理劳动环境的预算，其实它高达近800亿左右。不断的加码、不断的奖励以及补助的措施下，政府一直没办法回应的，就是说，到底这些费用有多少是补了医院，有没有补到护理人力？全球护理人才大欠工。 台湾嘛爱以防外国一直甲咱的人才挖过，即马政府都爱通盘来规划，医疗院所嘛爱提出具体措施，互护理师有合理的工作环境，安尼咱台湾的医疗才有法度行较久长。记者吴定武、林建如综合报道。